很开心今天可以尽一点点的力量站在这边唱歌给大家听哈。那其实我不是阿美族的，我是排湾族的。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参加的族语共学园的那种募款餐会，都是我是排湾族的，我去的都是阿美族的这样。很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帮我自己的部落这样。那我就清唱，因为其实我最擅长的是清唱，所以我的吉他就因为我还没调，就不要理它了这样。这首歌叫做《贞洁之歌》。这首歌在排湾族的部落有超过300年以上的历史。那最后一个被传的人是我，但是我的后面现在有很多，大概30-40个会唱的孩子。那是因为我有很努力的在部落带孩子哦，所以在部落里面一定要有人牺牲，才会成就很多的事情这样。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活动，就是我们有部落的艺术家，他雕刻的艺术品要做，他捐给我们做义卖，那想要